千呼萬喚，CFC 咧今日咧就正式開價啦。我哋首批158伙，折實均價係10398，係10398。咁我哋嗰158伙當中咧，有3伙係1房，118伙係2房，另外咧有37伙嘅3房。咁先講1房先。1房咧，我哋嘅入場銀碼係價單1房當中最細銀碼嘅一個。咁呢個係以現金付款計劃計嘅，即係攞15% 折扣。呢個單位係屬於喺第5座 G2 樓嘅 G 單位，面積301尺，係啊。折實後咧就係2998800蚊，尺價都非常之吸引嘅，係9963蚊嘅啫。咁另外啦，呢個係成個1號價單當中尺價最低嘅單位係一個3房嘅單位嚟嘅，位於3座1樓 D 單位574尺，係啦。以現金付款計劃計咧，15% 折扣後係5452700蚊，尺價不足9500蚊，只不過9499蚊。而家所有158伙，如果用直供攞足15% 嘅折扣後咧，其實咧全數都不足600萬，全數單位不足600萬。